歡迎嚟到禮博聖經教室，我哋繼續釋經靈修。今次係19章30節至20章。溫馨提示，大家可以下載講義，參考更詳細內容。今次繼續耶穌往耶路撒冷路上嘅段落，係天國價值觀嘅衝擊教育。因應彼得嘅提問，耶穌講咗葡萄園比喻。主人從清晨到下午5點僱用工人，清晨受僱嘅人做咗一整日，午時受僱嘅人只做1小時，主人反而俾佢哋同樣嘅人工。清晨受僱嘅人抱怨：我哋全日勞苦，仲要忍受炎熱，呢啲最後嚟嘅人只係做咗1小時，你就俾佢哋跟我哋一樣。家主好堅定咁回答：朋友，我冇虧待你。你我講定嘅豈唔係一個銀幣？唔通我唔可以照自己嘅意思用我嘅財物？定係因為我慷慨你就妒忌？清晨受僱嘅人認為受僱係自己嘅功勞，其實呢個係家主嘅主權。佢哋自稱做咗全日，呢個係家主嘅憐憫，先至可以一早開始做嘢。佢哋又話做嘢勞苦，呢個係佢哋嘅責任。睇見別人付出嘅比自己少，但係有相同回報，佢哋多勞多得嘅功德觀就粉碎咗。天國從來唔係競技場所，而係恩典筵席。恩典唔按功績計算，而按家主嘅主權、慷慨、憐憫。因此喺人眼中視為最後嘅，將要喺神眼中視為最前；喺人眼中視為最前嘅，將要喺神眼中視為最後。任何公德觀念都失效，人同神嘅評價標準完全顛倒。跟住馬太記載耶穌第3次預告受難、被釘、第3日復活，世人一切嘅赦免都源於佢嘅受難。冇耶穌為人代贖，人同神就唔能夠復和。細路仔唔能夠蒙福，年輕嘅富翁就要靠功德換取永生。葡萄園主人嘅慷慨憐憫亦無法呈現，佢嘅受難係所有恩典嘅根基。佢替人死，人先至得生。喺耶穌剛預告自己受難之後，西庇太2個兒子雅各同約翰嘅母親帶住2個仔前來向耶穌下拜，求佢賜佢哋喺王國裏坐左右兩邊嘅高位。呢2個門徒嘅眼睛被地上王國嘅榮耀蒙蔽，完全睇唔見十字架嘅陰影。佢哋將天國視為可以爭取權柄同地位嘅政治實體。耶穌嘅回答重申天國嘅榮耀同權柄。佢宣告真正偉大掌權嘅唔係要受人服侍，而係要服侍人，並要捨命做好多人嘅贖價。門徒只睇見地上王國嘅榮耀，睇唔見耶穌眼中嘅榮耀，就係按神嘅旨意運用生命服侍別人，甚至捨命。呢啲呼應耶穌登山變像後嘅信息。榮耀同權柄係用嚟服侍人。馬太用2個盲人開眼嘅神蹟結束呢個段落，特別有意思。頭尾2段都記載跟隨主嘅人好多，但係有幾多跟隨者？好似呢2個盲人真係睇見耶穌嘅身份同屬性。被社會遺棄嘅邊緣人竟然成為呢段最理想嘅跟隨者。人唔能夠睇見，可能因為心硬，好似隨意休妻嘅男人，心被蒙蔽，好似求高位嘅門徒，貪財，好似年輕嘅富翁。自此好似清晨嘅工人，唯有好似細路仔咁樣承認自己一無所為，先至睇得清楚。因為呢啲人深信係耶穌基督付上生命，成就咗一切，一切都是恩，半點不由人。多謝各位收聽，願神賜福大家，亦歡迎各位點讚、留言、轉發，幫助更多人認識神嘅話語。